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在过26 AM 新闻》，我是嘉豪。今日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您知。今仔日有嫌犯强法代替讲要伫咧车厢内面放炸弹，经过警方追查，只找到卡棒尔尔，目前也正在追查嫌犯的行踪。指挥中心表示，武汉肺炎伫南非出现新型的变种病毒，对29开始对南非等6个国家入境，就爱强制入到一种检疫所隔离14天。咱食的物件搁再起价咯，亲像台南咸水薏米是起10块，手切地起1成，公仔粿也起5块。伫今日早起有接到嫌犯的恐吓，讲伫咧台铁上北的火车加高铁的车厢内面，拢有放塑胶炸弹，会伫中昼12点的时阵爆炸。警方接到通报了后，遂进行搜查。虽然这警方是有找到一个卡棒，不过这内面只有第三尔。目前专案小组也正在追查嫌犯。26下晡的台铁台中新乌日站甲平常时啊同款升起未少，不过台铁透早接到一封恐吓批，一个家己公司调查局处长嫌犯，讲伫新乌日站甲台铁列车以及高铁列车的车厢内放塑胶炸弹，设定中昼12点引爆，一旦若是时速比80公里较慢，就会提早引爆。警方据报，伫台铁215处的列车顶发现一件无人的行李，搜查了后发现内底是敢若3尔，列车延误17分，高铁同款嘛是行一条。有接获已知我们这边就报就是警察局报案嘛，其实警察局也加强车站跟车上的巡视第一时间，本分局即加派警力于辖区各车站列车巡查，各列车目前回报均一切正常。案发了后，上铁龙车各站甲列车加强巡检，并配合警方的后续调查。因为嫌犯讲家己是调查局的人员，佮加上恐吓内容，牵涉到大众运输安全。调查局即马介入了解，因为发配 IP 伫境外，初步排除人员涉案的可能。试图制造社会不安，因动机不明且攸关大众运输安全，本案已由台中市调查处与警方共同合作，全力侦办中。相关单位包括我们的铁警、我们铁路警察等等，都会进行相关的查处。这个我们会全力来防堵，也会做这一方面的维安。因为最近恐吓伤人的案件真侪，佮加上伫咧公道意图不明的这个双体炸弹的案件，内政部长齐国勇是讲会全力防止犯罪。根据了解，高铁17都有接到这种恐吓批，调查局也有掌握到进步资料，警方唔敢大意，组成专案小组专力侦破专案。记者综合报道。国内伫今仔日无增加本土病例，也无死亡个案，不过增加12个带病入境。另外，最近伫南非一个武汉肺炎病毒，搁再出现新型的变种病毒伊是真高炭。指挥中心也宣布讲，对11月29开始，只要是对南非等6个国家入境者，拢要去待集中检疫所14天，而且这寡人也袂当使用过年期间的入境方案。国内本土疫情转好，不过带病入境的也真侪。指挥中心公布上新带病入境的病例基因定序的结果，佫新增加12个去挖到变种病毒 Delta 的个案，其中10例是做过2档疫苗佫去挖到的。这12例当中有2例是未接种疫苗，那另外10例的话都是有接种过1剂的胶生或是2剂的各种厂牌的疫苗，属于突破性的感染。指挥中心表示，最近南非出现新的变种病毒 B.1.1.529，就有可能正做伫Delta 病毒了后，疫情新的威胁。为这个月中到达，南非累计至少77例，波查那有4例，香港有2例。这嘛是致使南非4科维亚的所在疫情搁再反扩的主要原因。因这个新的变种病毒的特色是集合阿法等等变种病毒的特性，包括甲病毒入去细胞有关系的突变、免疫速度的突变，就有可能安尼增加胃团的能力。已经成为当地的一个主流的病毒株所以它的这个传播力是不是有明显增加的一个情形，是很多当地跟国际的病毒学家都比较担心的一个事情因应南非出现新的变种病毒，指挥中心也宣布，为后礼拜1、29饭店开始，甲南非、波查那、纳米比亚、赖索托、史瓦蒂尼甲辛巴威等等6个国家，提升做重点高风险的国家。你可以来台湾的前14天内，若是捌去过以上的国家，包括转机的人，入境是一律以公费待集中检疫所14天。后续7天的自主健康管理，那这些都不适用7+7或10+4的春节专案。另外，第16期主疫苗的规划嘛出来啊。
医药备单敢若提供注第2档 BNT、莫德纳加 AZ， 还佫有头1档注 AZ 的人，第2档会当医药注 BNT 或者是莫德纳。医药的时间是用分配方式，医药 BNT 是后礼拜1至到早起10点开始 ，AZ 甲莫德纳是至到下晡2点开始。3种医药结束的时间拢是30点到12点，注射的时程拢是12月初2至初8。指挥中心强调讲，民众若是有注头1档疫苗的需求，也是会当去合约的医疗院所来注射。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南非出现一种全新的武汉肺炎变种病毒，南非的卫生部长表示，这病毒伫当地是传真紧。伫咧亚洲地区，香港也出现这款的病例咯。英国的部分也宣布讲，对26中昼开始，来自南非6个国家的航班，这旅客拢是袂当入境的。新冠病毒疫情爆发以来，煞咧出现无共的变种病毒株。南非最近伫部分的确诊者身上验出上新的变种病毒 B11529，有可能会甲号名做女。南非的卫生部长表示讲，头起先就亲像一寡群聚感染，不过科学家为内底发现着新的变种病毒。From yesterday, indication came from our scientist colleagues from the network for genomic surveillance, so that indeed they were observing what looked like a new variant. 新变种病毒伫南非人口上介济河丁省活甲真紧。专家讲，这和2019年头一摆伫武汉发现的新冠病毒甲比较起来，全新的变种病毒有超过50个变异点，其中有30外大是这个病毒的表面的这个刺2倍，恐惊伊的消化力搁较强，而且嘛会当来对抗即卖新冠疫苗。英国已经宣布，从26个中昼开始，对南非这6个国家内的航班的旅客，拢暂时袂当来入境。The early indications we have of this variant is that it may be more transmissible than the Delta variant, and the vaccines that we currently have may be less effective against it. 新变种病毒来到香港界，不过非洲国家的医护人员因咧注新冠疫苗的这个注射率关键感差真济。关所得的国家有超过8成医护人员注甲真完整，不过低所得的国家却敢若有27%的医护人员有注。目前，亚洲敢若香港有一个36岁查甫人，最近对南非转来，互人验出讲有新变种病毒。世界卫生组织嘛会来召开特殊的会议，讨论新变种病毒的影响。公司新闻郑依仁编译。美国众议院退伍军人事务委员会主席高野自顾带团访问，早起先去拜会退伍会，接下来觐见总统蔡英文，过程也拢全程直播。蔡总统表示，伫咧退伍会在每年的时阵也会派人自修华府。高野表示，讲美国对台湾会照片照行，也相信未来美国官员访问台湾的机会会变加正数常。访问团拜访退伍会甲桃园虎头山创新基地，行程结束了后，伫暗时就离开台湾。美国众议院退伍军人事务委员会主席高野自顾暗时，甲另外4名跨党派的众议员史罗金、欧瑞德、雅各布斯、甲梅斯17人坐行政专机到台湾访问。26早起会见总统蔡英文，即摆甲进前美国议员访问台湾计调无同。总统府公开直播，蔡英文阁宣布退伍会明年会派人上驻华府。我要跟各位访宾说，从明年1月开始，我们退伍会将会派员常驻华府，可以针对退伍军人的健康保险、优质医疗、就业辅导以及长照等方面增加更多的交流。蔡英文也讲出台美有真侪方面的合作，包含国防甲经贸方面，特别表示开放美的进口以来，台美展开的铁法对话，展现台湾有决心解决困难的贸易问题。这样强调甲美国捍卫共享的民主价值甲科学稳定。高野是佮表示对台承诺真坚定。We are here in Taiwan this week to remind our partners and allies that after 2 trying years that we've endured, our commitments and our shared responsibility for a free and secure Indo-Pacific region remain stronger than ever. 高野也表示，这是今年美国议员到台湾第3个访问团，相信未来官员访问台湾会加做常态。不过，到台湾了后，代表团成员之一的史罗金伫推特发文表示，代表团出访的消息出来了后，伊办公室收到中国驻美国大使馆的信息，要求取消到台湾的行程。高度7700公尺的中共军机注意，
国议员访问台湾，强基透早到亲邀台湾抗疫空军3摆广播区里。访问团阁去退伍回拜会，将对台湾后备军力提升甲改革做交流，阁去桃园虎头山创新基地，亲身体验自驾车甲参访5G设施，进行双方合作。暗时结束行程离开台湾。记者综合报道。日本311大地震特别满10年啊，针对着福岛核能食品问题，日本驻台代表庄如台表示，大部分的国家拢已经取消管制，这就是福岛一直咧拍拼的证明。咱的政务委员长虹也认为，这甲10年前已经无共款咯。另外，长虹会去参加美国的民主峰会，伊表示会分享社会创新、开放政府一寡内容。福岛前进，赞！三喜是当日本大地震今年满10年，为替福岛应援，日台结合的福岛前进团邀请住伫日本的台湾少年人去福岛县内10个受灾较严重地区，留伫当地各透过面册报道复兴状况。最近台湾是毋是解禁核灾区食品引起讨论，日本驻台代表专注台强调，大部分国家都已经取消管制，这是对福岛县民努力的证明。脑子里没有核试，因为科学的国际标准的判断来说，这些福岛的食品的安全信息，你们都会客观的了解的。就是实际的福岛，我们要认识。是不是呼吁台湾赶紧解禁？专注台表示，公投进程无关于加讲，希望就是照国际标准来推动。行政院政务委员长虹2019年访问日本的时阵，捌分享食福岛起仔饼的影片，这摆也出来表达支持，是不是赞成解除限制？伊无正面回应，认为福岛已经甲10年前新闻报道的模样真无同。大家更新脑里面的情况的这个机会也变得比较少，那所以我会觉得说，还是等我们两边疫情都缓和下来，那实际去看一看，我觉得是最有帮助的。长虹也要代表台湾参加美国白宫主办的民主峰会，伊表示会分享开放政府、社会创新青年参加这项目，甲有志分享民主经验。另外，中国无受邀请，伊认为只要愿意落实实践民主，未来拢要有更大的机会。记者综合报道。讲到民众的薪水无起价，不过物件是随起就化起。伫咧台南咸水薏米，也个全国连锁手续地凉水，即马拢化工要起价啊！亲像薏米一碗是要起10块，有的饮料店卖凉水是起1成，甚至是公仔糕，也就是咱讲的车轮饼，真也要起5块啊！来台南这间连锁饮料店，民众爱啉的饮料边仔有广告提醒大家，后个月初开始，想要啉粉薏米茶、圆仔青茶、泡热青茶、油豆青茶，这品项爱几乎3块至5块。这是时势所趋吧，因为现在通膨越来越明显。喝茶喝习惯的，应该就是也只能接受啊，只能想办法自己多赚一点。业者表示，也个减产，也个芦苇粉圆，这原物料，也个运输成本拢起，而且会决定转台湾分店，平均起价幅度10%。另外，一个台南真出名的小吃咸水薏米，一寡店头也因为豆仔类实在起价，一碗薏米起5块至10块，毋但米粉起。豆油、豆干成本也拢变贵，那这无起价，根本就无利润。很久没涨了，柴米油盐那些都涨价了。原物料都上涨了啊，连最基本的筷子、汤匙都上涨了，唯一没有上涨的就是盐，其他所有东西都涨了。原物料都涨，我觉得这没关系啊，没关系的，重点是口味没有变就好了。同款受到豆仔类食材起价业者，也有家己落草这间平价红豆饼。过去三个红豆饼干10块，吸引真侪人来交关。即马同款的介绍，敢来当买2个。今年原物料个物件拢一直起啊。桃园高雄这间老字号便当店也伫11月初，因为店内爱开发票，决定起5块至10块，厝价悬物价起，互民众的钱愈来愈无。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咱的台湾经济变好，唔知民众您敢有感受到咧？主计总处修正今年经济成长率来到6.09%，这是11年来上界悬的。因也预测明年的经济成长率会到4.15%。另外，因为咱国内疫情稳定，高国会也公布10月景气灯号，这是代表景气正这个红灯，这是自从1984年以来景气红灯上界好，而且是上界久的一届。
主计总处公布最新的经济预测，收关台湾2021年经济成长率到6.09%，比8月份预测收关0.21%，创下将近11年新高纪录。明年经济成长率是由3.69%收关到4.15%，收关0.46百分点。因为今年疫情的影响所以明年消费明年的成长就会比较大比较大，会有5.36%。那我们的海关出口还是可以增加超过6%。另外，该关心的通膨率，主计总处也分别预测今年跟明年消费者物价上升率，分别是1.98%加1.61%，也是无超过2%的通膨警戒线。确实，那个通膨的压力在第4季是比前几季来的大。随着国际的那些人工原料价格，大家现在预期会慢慢跌下来嘛所以这个明年物价上涨的压力就会通膨的压力就会比较轻另外，伫新冠疫情影响渐渐缩减，国发会发布10月景气评估，综合判断分数是39分，比顶个月增加1分，继续到代表收入的红灯，也已经连续9红，这是1984年以来国内上长的红灯期，也反映国内经济持续稳定成长。那开始可以出去消费一些产业的管制也松绑，加上政府的一些振兴的政策，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批发、零售、餐饮业营业额这一项也是从黄红灯转成红灯。那你看它的季调后的年增率是到达13.6%，所以我觉得最主要那个灯号会增加的最主要的那个原因是来自于那个内需，还有整个销售状况的那个整个稳定。日前台北股票市场开价走价，包括电子、金融、团产等8大类股拢是呈顺顺，尾盘阁大落320点，突破月线17500点。若是中场收伫17369.39点，大落284.80点，成交金额是3539.84亿。分析师是讲，美中对立，再加上美国联准会相关利息这个消息面，必须着台湾股票市场抬价，刷来月线是毋是走会调，也是主要观察的重点。记者综合报道。对着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伫进前参加热扑扑的家人接运，即马有上届新的进度咯。针对着家人接运的部分，交通部长王国材早起有去拜会台北市长郭文德，因初步有达成共识，家人接运会接到台北捷运的东宽段。家人市长林佑昌也讲，伊非常认同，认为讲安尼生做800几的生活圈效益会更较悬。交通部长王国材透早就拜访台北市长郭文德，就家人接运伫台北市路线部分做讨论。会面1点钟，双方有高度共识，家人接运甲新北整合的适当段，要搁向西延伸，串联台北捷运的东宽段。柯市长这边也希望说，我们这个西东段要延伸到东环才有它的效果，这部分交通部也支持下个月就会定案了。专业讨论是专业讨论很久的时间，大方向确定，那个细部幕僚还要做很多研究。家人在分规划路线整合新北市，实际民生尾石东线了后，佫一大进展。石东线原本伫台北捷运上近的转接站是文湖线东湖站，毋过考虑东湖站详细无适合转接，台北市提出向西延伸到东宽段。家人市长林佑昌也支持，认为佫较有效益。柳暗花明又一村然后拨云见日的感觉，可以进一步解决内湖的塞车的问题那很高兴这个其实柯市长提的这个意见基隆捷运跟环东线来进一步衔接关于这一点我是支持我也觉得这个对于整体的一个基隆捷运的效应也可以更高。不过东宽段这个月12送宽明才被要求补件，铁道局规划家人捷运才伫台北市延伸宽段段，应该是下一个阶段。新北市的适当线目前伫综合规划审查阶段，要拼明年动工也有变数。等了20年，而且在去年我们就有共识，要快速的核定。那现在已经在交通部了，我刚刚也跟王部长沟通，王部长一定说会优先核定汐东线。汐东线动工，我初步感觉是，应该是不是那么容易啊？因为它现在是在综合规划的
审查的一个阶段。交通部表示，现阶段基隆捷运路线因公司定落来大方向来看，基隆捷运沿看这是板南线延伸，伫连港甲双梯强固，主线向基隆，支线向民心实址，下阶段到台北捷运东环段，拢会留未来延伸空间，经费部分按照补助办法来分担。记者综合报道。人讲家己在一站是较赢看别人。高铁甲中共合作制造的电车线维修工程车，伫今仔日下晡举办启用典礼啊。对设计、制造到组合国产化的比例有来到60%，用本土物料的采购比例也是对15%增加到30%。行政院长苏贞昌也希望讲，这国产化的比例会当搁再求悬。在启用典礼内底，维修的工程车豆豆驶入来会场。中共接受高铁公司的委托，整合目前6个德系甲日系工程车的功能，建造出2种拢总4架电车线维修的工程车，日料正式启用，嘛算是轨道工业的国车国造，达到新的路站比。从15%到30%，从简报中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目前即将达标。另外，在各项维修工作的自办率方面，也超过90%。我们国产化的比例从当年的1%，就是10%，就是1成，提高到今天的6成。作业平台升起刷到定点，和维修人员伫维修的时阵免闭关闭机，会当提升效率，减少风险。若吊挂的工作篮，嘛有增加平衡的功能，和维修人员伫做工课的时阵更较安全。国车国造大量使用在地生产的零件，以即个做例，为设计组装到汽车，国产化的比例已经有60%，会当降低维修的成本，甲零件库存的压力。不过，行政院长苏贞昌希望国产化的比例搁提悬，从30%到60%。这个不够争气，应该要再多争气一点，速度要再加快一点，比例要再提高一点。苏贞昌直接叫交通部都要加油。因为台湾最近这几年真拼死伫咧国南国造、国车国造等等技术的发展，都是希望会当扩大推动维修能力自主化甲在地化，卖交拢靠外国。另外嘛，希望会当带动本土的产业，或者技术未来会当像半导体共款，伫国际上甲人徛起。记者综合报道。面对着霸凌，咱爱勇敢站出来，唔通激点点。从环保一间国小，就有一位小学5年的学生囡仔去互同学霸凌，而且这时间竟然有2年遐久啊！家长投诉了后，学校才启动校安通报。不过学校调查了后，认为讲其他囡仔的行为确实有做唔对，不过无到霸凌遐尼严重。这家长认为讲这学校的调查伤过hạn，目前已经出面来指控。中华一个家长出面控诉，囡仔读南中华地区一间国小5年啊，毋过为3年开始，都被共班系同学来霸凌，学校拢无积极处理。到今年9月，囡仔惊被拍，毋敢去读书，家长才知影囡仔定定互人肢体甲话语的霸凌。他会踢他的下体，然后我有问我儿子说：“那你在踢下体当下，老师有说什么吗？你有跟老师？”他说有，老师说大家都是同学，不要计较。学校表示，今年9月70接到家长投诉疑似霸凌事件，马上进行校安通报，佫成立霸凌应用小组展开调查。20小组决议认定学生彼此冲突，属于同侪之间的互动模式，甲校方常常看到的偏差行为，并无达到霸凌的标准。霸凌它本身的定义很严苛。包含必须是多人对一人，再来就是长时间，而且是有针对性的。目前第一次初步的调查结果还没有成立霸凌，以行为上来说这是错误的。因本教育文教基金会认为，疑似被霸凌学生已经转校，家长也对霸凌应用小组决议提出信服。不过重要是，基层老师如何透过这摆事件，引导学生学习跟人相处，尊重别人。因为这些孩子他必须要去学习如何与人相处，并且尊重别人。那老师他也必须要帮助学生去理解他的行为造成别人的伤害，或者是别人的痛苦。中华关教育处强调，规个疑似霸凌事件，学校会重启调查，确实家长对霸凌应用小组成员造成有问题。学校会另外请专家学者加入审议，希望赶紧还原事实。教育处也尊重小组的决议。记者综合报道。接落来，带观众朋友来看国际新闻。讲到所罗门群岛因的首都，只是发生大规模反政府的示威行动。现任总理甲即届抗争，拢算伫咧是甲台湾断交、甲中国建交的关系，而且讲有外国势力伫咧干涉。
目前澳洲政府已经派出部队要来协助恢复平静啊。经过2天的动乱，所罗门群岛的首都荷尼阿拉虽然恢复平静，不过街仔路还是规个烟烟火火。市区的中国城去互放火，部分的店头物件是都互偷摕了。一直到2日，还佫有几栋建筑物，还佫当地盗火庆宴。另外，一只在澳洲联邦警察甲国防军的班机降落伫机场。澳洲政府在接到所罗门群岛政府的请求了后，派100多人的维和部队去当地支援。未来这几个礼拜会协助当地来恢复秩序。Overnight, we have seen what started as a protest. We have seen some more indiscriminate looting and things of that nature, which is a more general civil unrest and behaviour, and we want to see that come under control. 所罗门群岛在2019年宣布甲台湾断交，换甲中国建交，不过因上大省份马来塔省英国甲台湾关系真好，反对现任总理较亲近中国的立场，还佫要发动独立的公投。外界甲土这场抗争，和所罗门甲中国建交有关系。根据美联社的报道指出，政府会借钱，加上欠缺责任的机制，外国人甲在地工课占了，引起民众的不满。不过现任的总理甲这个动乱，认定是外部势力的干扰。关注所罗门群岛当前事态发展，支持所罗门群岛政府止暴治乱的努力，相信在索贾瓦雷总理领导下，所政府能尽快恢复社会秩序和稳定。不过，这示威者反对中国的情绪是哪来哪牙悬。在抗议的过程当中，有示威者放火甲中国城的建筑物，也甲中资的机构烧了，包括华人开的店头嘛受到牵连。抗议行动也佫拖甲中国驻所罗门大使馆。中国外交部讲，已经要求所罗门政府要采取必要的措施，保护中国公民甲相关机构的安全。公司新闻王碧文编译。人讲富在深山有关心，贫在路边是无认真。有一只船仔载着一阵非法的移民，24对法国要经过英吉利海峡驶来并船，造成上无有27个人死亡。这件事件也引起法国、英国伫咧下提责任。法国是要求讲，法国甲英国拢爱伫法国的海岸内做伙巡逻。法国的部分也搁再呼吁英国甲欧盟，就爱提供搁较侪资源。上百民众伫法国加来点到蜡烛，为死亡的27个移民默哀。一只载满移民的小船，24位法国要过英吉利海峡，前往英格兰的途中，伫加来港外海并船煞沉去，有17个男性、7个女性，其中1个有sinh，另外佫有3个青少年不幸死亡，是英吉利海峡最近上严重的船难。D'ailleurs, des passeurs, ils en ont arrêté, mais les passeurs, si vous en arrêtez, il y en a d'autres qui reviennent. Bien sûr, puisque là, il y a un problème, les gens veulent passer, donc vous trouvez des gens qui sont capables, en demandant de l'argent, de faire passer les gens. 为了闪战乱、迫害甲散车，已经有几落10万的非法移民为伊朗、伊拉克、叙利亚这的中东地区远路进入去西欧国家。这个过程中，往往需要透过人社集团的协助。BBC 引述官方的资料指出，今年到目前为止，已经有超过25700人坐这种小船穿过英吉利海峡，比去年8400多人加真侪。船难发生了后，英国、法国两国互相指责。英国再一次要求两国都要沿法国海岸联合巡逻，法国是要求英国爱负更加侪责任。法国总统马克龙呼吁欧洲国家应该加强合作。I've offered to work with France to put more officers on the ground and do absolutely whatever is necessary to secure the area so that vulnerable people do not risk their lives by getting into unseaworthy boats. Ici vous dire très clairement que nos forces de l'ordre sont mobilisées jour et nuit, pas simplement hier ou avant-hier. Depuis le début, elles le sont aux frontières extérieures. Jamais la France n'a eu autant de policiers et de gendarmes et à certains moments de militaires mobilisés dans la lutte contre l'immigration clandestine. 虽然这拄发生船难，也是看会到这移民无顾性命，伫寒冷的天气，坐这种小船穿过英吉利海峡，只是为了寻求庇护，还是得到更较好的机会。实际走访法国北部一座难民营，一寡受访者拢表示，因也是伫咧等待会当偷渡去英国的机会。27个人因为船难来死亡，并无阻碍到因的决心。英国难民相关的咨询机构员工痛心的表示，除非政府加强作为，安若无英吉利海峡恐惊变做更较侪难民的海上亡阿步。公司新闻林浩如编译。
国际刑警组织大会即届会期要选出主席甲执委，不过选调的人却是臭名万世、国危害人权的中国代表选调执委。另外一位是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的代表选调主席。不过上届使人烦恼的就是惊讲，中国会利用国际刑警组织来迫害中国想要厉害人。I would like to extend a very warm welcome to the 7 members of the newly elected Commission for the Control of Interpol Files, and know they can count on the General Assembly's continued support. 金正雄是伫2018年临危受命，接任新北失踪，最后被中国逮捕回国的中国籍组织民防委继续以未完的任期。新当选的赖斯原本的职务是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内政部督察长，是阿联警察部队最高领导人，也是人权团体批评的目标。When I heard that he wanted to become a president of Interpol, it was shocked. I didn't believe that because he had direct responsible for my case and my colleague as well. 因为赖斯被指伫阿联国内通用甚至指使警方迫害人权，国际刑警组织虽然无法度直接逮捕被告，不过应透过跨国通报系统，将特定的人或者是组织列为无共款等级。那列为上严重红色，都应要求成员国逮捕、国引渡。所以人权团体烦恼，国际刑警组织可能进一步互人权恶劣的国家利用，将异己人士列为红色要犯。不只是阿联长期被指控压迫少数民族的中国，也因为有来自公安部的高官和并侵入选执行委员会，由欧洲议会甲18国家国会议员组成的对中国政策跨国议会联盟，都认为是国际刑警组织用阮以政治执委会，因讲是点头予中国利用跨国执法平台，以打击犯罪做借口，对杀异己人士。公视新闻徐家仁编译。今年1月25是联合国定出来国际消除对女性使用暴力的日子，有真侪国家的女权团体拢会出来游行，呼吁大家就要停止性别暴力。不过土耳其因为已经提出防止对妇女施行暴力的伊斯坦堡公约，民众伫咧游行的时阵，却去互警方用催泪加速甲手零枪支，要甲示威者赶走。民众正生气，冲撞警方围出的铁网围篱啊，抗议对女性施加暴力的行为。部分人士也因为汇率大浪，目击起价，大声喊爱政府落台，煞去互警方用催泪瓦斯甲塑胶枪支赶走。当年的11月25是联合国伫1999年所定的国际消除对女性使用暴力日。一寡国家的女权团体甲家暴防治组织，拢会伫即天上街头游行，公布过去一年的统计数字甲检讨报告。土耳其政府伫7月所提出防范对女性暴力的伊斯坦堡公约。Kadın cinayetlerinde gördüğünüz üzere daha bir teşvik oluştu. Kadın, trans cinayetleri hepsine bir teşvik oluştu. Yani büyük bir oranda artış var çünkü. 根据土耳其人权组织的调查，今年到即卖已经有345个妇女因为安尼被杀害。总统埃尔多安表示，会用家己的法律保护妇女，引起民众的不满。伫即天上街头示威，要求政府对性别暴力采取紧急的行动，消除对女性暴力的游行甲诉求。同款伫西班牙、希腊、伊拉克、智利、墨西哥这的欧洲甲中东拉丁美洲国家出现。Femicidios que en Venezuela ocurre un femicidio cada 36 horas. Y esto no son cifras oficiales, porque el gobierno no ofrece cifras de lo que tiene que ver con el maltrato hacia la mujer y contra los femicidios. En los medios de comunicación que la violencia de género no existe. Cuando se han disparado las violaciones y siguen muriendo mujeres en todo el mundo, en España y en todo el mundo. 另外，希腊今年已经有13女性因为遭受男性暴力死亡。国际特赦组织统计，墨西哥每天至少有10个妇女加15囡仔被杀害。根据联合国的统计，全球1/315岁以上的女性，一生中至少会拄到一届身体加性暴力的对待。公视新闻陈思彤编译。12月18日要举行4大公投案的投票，这甲公职人员选拔法规定无同款。公投当天敢若限制投票所30公尺内袂当有人画休扰乱的行为。不过为着要避免有人失控，内政部有成立公投治安维护工作联合指挥所。内政部长徐国勇表示，会参照着大选的规格来依次治安。
2018年9合于大选北公投造成民众投票大塞车，为无要互乱象呈现，国民投票发售法了后改做每2年办一摆，到第今年12月18，四大公投就要举行，内政部也成立警政署全国性公投治安维护工作联合指挥所。请接盘。内政部长徐国勇甲警政局长共同宣示3大目标：投票前平安，投票日平顺，投票后平稳。同时指出，会比较大选规格，全力投入维安。公投因为跟它是一个对视的，所以它在宣传各方面都跟我们对人的选举是不一样的。平安、平顺、平稳是警政署秉持的原则。我们比照大选的规格，那会全力投入。根据公投法第42条规定，伫投票日这一天，伫投票所30公尺内免有宣扬干扰者行为，安若无会处1年以下有期徒刑。也就是讲，甲公职人员选拔法的规定无同。公投投票日是应继续宣讲，只是地点要注意。我觉得不合理耶，因为当天其实你要宣传，你没办法说讲到比较就是具体的一些正反辩论的内容嘛。民众有正确的判断，其实没有什么多大的作用啦。我觉得合理啊。因为其实他就是不是说一般有选举人的选举嘛，所以这样子其实宣讲应该是可以的。四大公投进入到头选阶段，正方2名对决意味真高，要拼推出上大的选票，会继续到12月18投票日这一天，为避免乱象出现，警政署会全力戒备。记者综合报道。反对内地进口的民间团体伫今仔日举行记者会，因表示讲已经有侪流行病学的研究证明莱克多巴胺这款成分对囡仔的神经发展和行为问题拢有可能造成影响。不过，农委会副主委黄金城说是无认同这款的讲法，认为讲后面可得在国际标准之下，绝对袂有安尼的毒性存在。神经毒性缺乏评估，民间团体大发口号，呼吁政府要爱重视食肉精对人类神经系统造成的风险。莱克多巴胺它本身就是会对健康造成很多的风险，而我身为一个家庭的照顾者，我很忧虑，我们的国家没有办法再以我们健康为第一。中华基督教病院儿童药剂科医师陈建文指出，这几年新的证据显示，莱克多巴胺对动物有神经毒性，也拿甲莱克多巴胺同款属于乙型受体素的克布他林对人有神经毒性。强调实验已经证实有损伤儿童神经甲大脑发展的风险。已经有许多流行病学的调查证明了这个现象就是特布他林可能会造成儿童的神经发展跟行为问题，包括精神疾病、认知与运动功能的影响，还有较差的学习表现。我不那样认为，如果是在那一个欧盟的 Codex 的一个标准以下的话呢，绝对不会有这样的一个毒性存在。有这样的一个毒性的话呢，你若那安尼实在美国人囡仔唔就拢有神经性的系统的问题。那农委会副主委否认食肉精影响神经系统的讲法，卫福部也表示，英国因特别评估国人食到食肉精甲残留药物的安全性，因认为台湾现在的莱克多巴胺容允量比国际要搁较严，在这个标准之下，未对人体健康造成影响。记者阿明金、夏桂林台北报道。新北市环保局去年正式公告，台北港是空气品质维护区，也是全国头一个所在有安尼的管理。这一年外，透过强制加强的手段，成功减少5成以上的旧柴油车出现。专家排放真侪污烟，拢互警察人员翕落来。台北港区内真侪空气污染来源是专家，去年差不多4880只进出。新北环保局加强稽查，57只船有4只污染事实明确，后来是罚10万块。那时阵老旧柴油车嘛是稽查的重点。1、2期老旧柴油车无好好保养，排放污染是3、4期车的120倍。环保局伫台北港划设全国头一个空气品质的维护区，要求1、2期柴油车要经过合格检验才当入去，配合车牌辨识系统稽查，掠432台违规。希望至少它透过每年1次的这样子的一个检验，那它当然在检验之前，它可能就必须要去做保养维护，那让它的整个的污染的排放量
能够达到一个比较良好的一个状况，这样子还是可以减轻空气污染物排放。加强管制后，无法度搭票的一二期老车袂使入去减少一半以上，或者是讲老旧柴油车伫路的行，排放污染离民众真近。中央提出老旧车辆的汰换才会补助，另再个配合地方维设空气品质维护区，对区域空气的改善会更加明显。造成它的限制上行动比较有一点不方便，在这个区域里面嘛，让它可以去加速，去见到我们环保署另外提供的诱因的，让它把车辆污染改善，整个至少那个局部区域的污染的减量跟空气品质改善，一定是会有帮助的。目前全台湾空气品质维护区，台北市维设9位，高雄3位，新北、桃园甲台中各1位，拢总外县市15位。进前环保署推动老旧柴油车汰换，要较严，毋过民众不满，或者是讲1、2期老车爱慢慢换，地方政府会当伫重点区维设空气品质的维护区，有助加速改善。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后礼拜天气特别变寒，这叶仔就要赶紧摕出来抹。这条是有关天气新闻，咱做回来详细看。气象局也分析到寒天这个天气，讲到这环境因现象一直有伫咧继续，不过无亲像旧年遐尼严重。虽然讲今年有较早变寒，不过也算是正常。伫寒天时啊，雨水会变较少。另外，对后礼拜开始有方面会通过，这冷空气若准热南了后，全台湾的温度拢会变较热。到台北地区伫礼拜5一大高转做湿冷的天气，而且照后面的北部、东半部受东北季风影响，落雨几率也较悬。按算礼拜1开始，水汽减少，气温回升，不过下礼拜2又一波冷空气会到位。下一波的冷空气在周2南下之后，周3、周4持续影响，而这波的冷空气不是只有影响到北台湾而已。包含北部、宜兰、花莲地区的温度有明显的下降，感受是比较偏冷一点的。气象局表示，这当天受反性影现象发展的影响，确实寒较早，而且高算12月反性影信号伫偏冷核心，不过受全球暖化影响，过冬季气温高算是落伫平均值。只是要注意雨量是偏少的状况，恐惊还会面临欠水。过去的资料显示呢，在反圣一年，台湾附近的东北风的强度会带来比较冷，甚至比较干的这种降雨的环境哈，尤其是在中南部地区在冬天是枯水期情况。气象局特别提醒，台湾平均每年有8到12个冷气团，加1到3个寒流。冬天是冷空气落南影响上济季节，民众依然爱适时做好防寒措施。另外，中南部地区也要特别珍惜水资源，准备面临刷入去的冬天的大水期。记者综合报道。寒天一到，有关到心血管的问题，就真侪人会变质，出现真侪毛病。台大病院早起就发表一项检查心肌体的新技术，一般这检查拢要开3点钟，即马通好缩短时间，只要1点钟就当知影结果啊，而且准确率是100%哦。目前这项技术也发表伫国际医学期刊啊。每年秋冬温差较大，是心血管塌掉的好发的季节。胸坎痛是急诊患者上主要症状之一。目前检验心血管塌掉的心肌氦酸2倍浓度，至少要用3点钟。而且平均每1000个急诊胸坎痛的患者有10个位，心血管塌掉的患者会比5判是正常。不过台大病院上新的研究发现，那用新一代超敏感心肌氦酸2倍检验流程，时间应减少做1点钟。就3心血管塌掉的患者会去闹高去。胸痛的患者的确还是一样，大概就占7%到10%之间。好，所以如果能够使用这流程的话呢，就可以加速处理这些病患，好，让我们医生有更多时间去专注在其他更严重的一个病患。研究团队表示，2015年欧洲心脏科指南发表这套新的检验器这个流程，建议台湾也引入。不过还未有亚洲人的临床数据。在台大病院发起全球国际合作研究，结合11个国家，收集3万外的病人资料，研究证实有4成胸坎痛的患者用伫点钟内排毒。
准确率100%，也能解决急诊人伤济问题。使用加速流程可以提升病患安全，减少急诊忧期，而且还可以减少医疗支出。医师提醒，心脏疾病是国人10大死因第2位，其中急性心血管塌掉的是大命杀手。愈早送医，愈早诊断是患者活命关键。台大病院这套新的诊断流程，未来也希望推广到国内其他病院，让更较侪心血管塌掉的患者能受惠。记者综合报道。最近真侪民众拢兴爬山，不过这爬山不是亲像去花园行行。若讲亲像要倒顶年港同款，这也是爱有2步7啊。最近有真侪民众拢家己浸迄个野溪温泉。根据着台东县消防局的统计，讲今年南怀山区的日常温泉就发生5件意外。昨有一个民众浸温泉了后要离开，在爬山路的时阵却是熊死亡。警消人员是开5点外钟，才把伊的遗体搬上车载落山。警消也呼吁民众讲，着爱评估家己的状况，上好要去爬山，着爱有专业人士家己带。台东关山的警消救援人员2日下晡2点接到通报，南行山区的日常温泉有民众浸完温泉了后要转去的路日。胸坎杂杂，休克心脏怎定去？不过日常温泉的出入口是一条小路仔尔，而且有70度遐尔行，短500公尺的路，这救援人员是用5点外钟，才把这个民众赶去到大路的。李姓男子紧急救后无效，目前由检警进行相验，以厘清死亡原因。疫情期间袂当出国，寒冷的野溪温泉，就请袂少民众去行搭。今年1月份至3月份低温的期间，日常温泉就约入来1万多人次。根据台东县消防局的统计，从今年到今，日常温泉发生3件的意外，都有6件。有体力无够的，人工关节突轮的，还有1个人不幸死亡。有登山向导呼吁民众，日常温泉是真有困难度，也可以温泉的行程。路途边境都有70度遐尔行，一定要团体做伙去，才当避免相关的风险。有经验向导，因为他带过很多人嘛，所以他可以看得出来，在走到某个地方，如果他没有办法下去的话，我们就建议他就是往回撤。登山向导讲，其实唔那日常温泉需要带团去，其他所在也可以温泉，上好也是爱有专业的人士带团去。上烦恼的就是民众若看到网络顶真水的景致，就家己去爬山浸温泉，便若出代志，消防人员就要出动济人力来救援，造成大家困扰甲社会成本的损失。记者综合报道。人讲技术看板，就算是要紧的代志，也着爱注意安全。台积电明年会到高雄区新的厂房，目前也当咧整治污染整治，是甲中油第5轻的旧厂区来进行整治。不过，这负责整治的厂商伫这礼拜3所发生职业灾害安全意外，而且是一个人去互沙石仔车的车斗地死。着哪样的机关来批评讲，市政府拢伫咧暗砍消息。怪手伫中油5轻的旧地点继续赶进度，希望伫明年顺利甲整理好的土地交予台积电。不过现场3至3区2时下晡却传出疑似工安事故，受伤的人员送医了后救无回来，这也予国民党的市议员批评市府是暗砍消息。砂石车的车斗压伤，那压伤的这现场呢，就送到这个由中油的厂区的这个消防队的救护车。紧急送医，那送医之后呢？在医院已经确认目前是身亡的状态。国民党的议员2日透早召开记者会，要求市府说明规章事故。不过市府却表示讲，唔是工安意外，因为事故唔是伫整理土地过程当中发生，敢若会当算是职业灾害意外。跟那个土地整治跟开发事无关的，纯粹是一个当地的这个现场的这个车子倾卸车有故障。然后这个司机就请外面的工人来进他维修这个车子，造成他的意外。我们不会有任何发生之灾后，我们在网上公告。我们要整个结案以后，按照法令规定，裁罚完成了，我们才能够公告。市府表示，迄天就已经做了检，也要求厂商赛后爱处理好势。不过，就伫台积电要来设厂进前发生事故。民代也要求市府应该检讨相关的劳检甲工安管理，避免佫因为赶进度来出现工安事故的状况发生。记者综合报道。监督政府是咱每一个人的责任。伫新竹的竹北8月有启用一个 AI 智慧公园，这内面有一座厝仔，不过这厝都伤过惊，而且厝落来所在拢是铺一寡碎石仔，着家长也烦恼讲，这囡仔厝落来会去测上。
囡仔对楚留龙面顶免几秒钟就出落来，算了是真欢喜。不过看较真足，毋若因为伤惊，出落来速度真紧，下骹厝的阁拢是石粒啊，家长感觉有淡薄仔危险。太快了，那个太陡了。对，小孩子不适合啦。那他说这个必须要赶快处理，不然那个小朋友他们这冲下来速度很快，带下去的时候，那大腿内侧整个被刮到。特别这座大型楚留龙8月才拄完成，因为边仔有别项游乐器材，一开放就吸引真侪家长带囡仔来遮佚佗。县政府赶紧解说，边仔的个时有限制13岁以上，才使算楚留龙。规划一部分是属于13岁以上比较有挑战性的这些设施，所以就包含我后面的大碗宫跟整个民间游戏区。那一部分呢是规划13岁以下，就是其他的部分，那给一些比较低年龄层的小朋友使用。县政府讲会搁再加强设施设施，议员要求县府应该要想办法改善，让家长会使安心带囡仔来公园佚佗。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咱台湾是多族群的社会，每一个族群拢希望找到家己的囡，找回来家己的母语。台南的北部族时来也走出原住民身份，已经走出60年啊。今仔日族人甲台南市政府做伙上北，来到司法院的大门口，要求大法官着要赶紧审理时来也原住民身份法的释宪案，希望因来看重族人的身份权，嘛实现历史证据。天顶路18号，台南北部西南亚族人有关为着争取原住民族身份证明，徛伫司法院的门卡口。这条路因已经行20多冬啊。有很多的长辈很希望自己成为原住民身份，一直认同自己是西拉雅族的族人，已经等不到这个消息就先过世了。那我们实在不能再继续等下去了。请司法院大法官能够尽快的做出解释，以解决西拉雅族身份证明的这个问题。台南市政府表示，伫台南市北部西南亚族是市定原住民，嘛希望挂界正视。西南亚族人表示，因自过去向关边会争取恢复原住民身份，拢无成功。一直到去年5月，台北高等行政法院向司法院大法官申请宪法解说《原住民身份法》第2条有关本地原住民规定，敢有违反宪法各族群的平等，甲保障原住民地位等的条文，才互因阁有新机会。司法院大法官书记处长出面接受意见书，强调会依法审理案件。西南亚族人嘛呼吁中央爱落实转型证据，互因赶紧证明身份证嘛通甲其他原住民同款有注记。记者电话文李旭凯台北报道。最近天气在变化，明仔载气象咱做伙来详细看。吉隆到新竹是对18度到23度，苗栗到云林对17度到28度，嘉义到屏东对18度到29度，宜兰花莲台东对18度到25度。平湖、金门、马祖对15度到24度。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的 AM 新闻，我是嘉豪，咱再会。Thank you.